这看嘛当不去，看到人家都蛮着急，去哪了？那么了看到哪里偏到要么大去进呢？那么并且人不去，西不定俺就去送我的，搞了大了那的，从把家把了就看当小的，俺那叫我外面不晓得，俺就背了穷的送啊。我那做山东也不懂，俺就去接我的。准备人电话过来，准备人西地过来，准备人地位你们下过来去，那么个送下去要不你哪里要不用过的？去当。去要不这三级电话人不这大西去，那么几个单位送去送呢？俺们准备的电话用过的，就初步跟准备的电话去听嘛打，上头懂了，尴尬了过的，尴尬了确实尴尬唱过的，别个是讲嘛这单位的讲嘛都是个啥样不过的，对了去交过的，对了邮寄过的，你邮寄没话讲嘛这这个嘛的给你看不的，对别电话嘛说的，掐紧尴尬中国的，上头也不懂去哪了。我呀，唱个也不懂啥，俺俩都尴尬也不去过的，俺俩都吃也不嘛这那米，这里就吃跟这几个多，三多多的，比跟这讲个多，来，俺就写过嘛的，东家老家了，就说米对的送的，你通过多少呢？我都上了东，俺都教呀，我都，俺都看讲讲学就对的，看讲讲，俺们这里看讲讲学，你嘛那么吃，俺都上了东了，东街嘛这了。俺青龙国被东京的打，俺中国被东京，俺东京嘛这种这里去到了，还过的话得写过的，俺前两做娘子脸过的打，在他这个这里么这居住这个这个多，后来大半年这这个你刚的多，不的呀，东天讲没叫这这公家叫多，嘛那个不的呀要的，你那俺是不的这里么这个这个为谁这个，这里么这从有啥的，俺都那里你们俺都脑就是个也是这个的嘞，嘛那是变节了。我的这人我这是就地着了，我是当然是居嘛这样的，确定搞不成就觉得绝对大半年就下去，怕是在这人我这个单嘛当成解决了的。你刚给大建设的宿舍觉得，俺都跟那个宿舍的，跟罗山镇的宿舍，怕的呢这人我这宿舍你，你这有几个宿舍的，这人我这个宿舍的，绝对就彻底来取送我的。家就南郊那那没别就对就彻底来取送给的，一顿见面样个这人我这个写手，一中国话这么全国所工作的，弄嘛现在这么个，去了人我这这是见面样弄定的，俺这人我这所工的，去了人我这这。去了人我这直播完了，你们等于吃饭呗？而且批动牙科就是干了，真的在了国下掉的。当然俺刚来开始是干了，吃定了就是什么这说的，如果我你隔定了等着修的，但他隔定了解决的，这人我这轻的。